關起咗個響鬧裝起啦，同埋將手機從靜音模式。好，各位評判啦，在座各位啊，各位議員啦，大家午安，歡迎參加第3屆鐵線杯全港高分辯論比賽第3輪初賽。今日辯題係話美國不應實行 TikTok 不買就禁法令，以及作出學校分別為正當野雞中學、反方那沙書院。而家會先介紹雙方嘅辯員啦。首先係正方嘅主辯李子柔，一副李子柔同學。二副周柏煙同學。結辯梁子晴同學。反方那沙書院主辯楊思文。一副林奕朗同學，二副陳華軒同學，呢邊楊同學。咁今日我哋都好榮幸咁邀請到3位評判於8目之中出席啦。咁佢哋分別係信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林少峰先生。香港大學逸夫書院語辯論隊前隊長胡浩江先生，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陳顯仁先生。咁今日大家都見到我哋嘅坐嘅位置有啲特別啦，係因為正方野雞中學咧對於反方那沙書院發動咗一個強制監控，即係以父嘅坐喺嗰個角落頭，係啊。咁同時嘅反方都發動咗呢個細胞分裂啦，所以今日嘅反方嘅主辯啦，同埋正方嘅主一都係會同一個人作答嘅。咁評判比分我哋會分開評判比分嚟㗎。咁而家會宣讀賽規，雙方主辯法定發言時間為4分鐘，副辯法定發言時間為3分鐘，結辯總結法定發言時間為4分鐘。會先由正方主辯發言，就由反方主辯提出去推。當反方以副發言完結之後，會進入呢個台下發問環節，之後就會立即進入呢個自由辯論環節。當自由辯論環節完結之後，雙方會有2分鐘時間為結辯發言作準備。跟住當準備時間完結之後，會先由反方結辯作總結，由正方作總結。之後會進入呢個幫腔環節。咁各位議員需於發言前向主席示意啦，計時用喺鳴鐘之後開始計時。而辯論員需於鳴鐘之後先發言時間開始以主席計時進行計時。咁個辯論員法定發言時間以前30秒計時撳鐘1次。依次發言時間仲剩翻3秒。當法定發言時間終止之後，計時撳鐘2次。示意辯論員需盡快總結其演辭。在法定發言時間終止15秒之後，即第10秒，計時會連續撳鐘3次。唔該，就先嚟扣分啦。咁扣分就要回答。法定發言時間終止15秒之後，每個5秒啦。評判將於該位辯論員發言嘅分數扣除2分，以此類推。咁不足5秒當5秒計算，一位辯員就可以扣至0分。呢批進行試驗，咁台上辯論員為台下觀眾進行任何形式嘅溝通，違例者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台下辯論員可以使用電子設備啦，但唔可以同台上辯員教練或者觀眾作任何形式嘅溝通，違例者會被取消資格。呢個一切嘅發言都會以粵語進行，個人名、書名提出有名詞可以使用外語。咁如果你想使用外語除咗以上3個情況之外咧，評判會於該隊扣除總分1至5分。咁請問雙方有冇外語申報？咁請問雙方對賽分冇任何疑問？咁啱？咁跟住想請問，啱啱個鐘聲大家聽唔聽得清楚？係 OK。咁而家有請正方喺呢度呢個人示威。
評判喺百忙之中陪眾出席，擔任是次比賽嘅評分工作。亦都要多謝賽會為我哋提供咗呢一個咁舒適嘅比賽場地，供我哋作賽。最後要感謝有效喇沙書院喺過去4個鐘同我哋喺同一間麥當勞一齊努力準備比賽。咁咧呢一場比賽咧對我哋台上嘅2位辯員嚟講咧，相信係別具意義啦，因為佢哋本身都係好朋友。咁希望咧今場嘅比賽咧可以為大家上演一場精彩嘅比賽。多謝各位。我謹代表我方喇沙書院多謝3位評判派之中出席呢場比賽，感謝賽會提供一個咁舒適嘅場地給予雙方作賽，感謝友邦野雞中學，感謝台下咁多位觀眾同埋辯員。最後希望大家等陣接下來嘅比賽打得好嘅可以欣賞，打得唔好嘅可以體諒，多謝各位。好，咁而家有請正方處嘅賽事發言，有4分鐘發言時間，請我先下嘅事。我愛賽會，唔好意思，我愛賽會，因為賽會俾咗一個機會我嘗試主一同人。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2017年，中國公司字節跳動推出抖音國際版品牌 TikTok。TikTok 上線之後，超越谷歌搜尋，被全球雲端安全網頁平台 Cloudflare 評為全球最受歡迎嘅網站。值得留意嘅係 TikTok 同抖音並非一樣，佢哋嘅分別在於 TikTok 嘅全部資料都保存於美國伺服器，並由美國公司同工程師審核。字節跳動亦會提供 TikTok 喺美國嘅源代碼，供美國當局檢查，確保安全。然而，2024年3月31日，美國眾議院通過辯題中嘅法案，亦即係所謂嘅不賣就禁嘅法案，要求字節跳動出售 TikTok， 否則就會將美國喺禁止美國使用 TikTok。換言之 ，TikTok 只有2個去路：一係賣俾非中方國家嘅公司，二係被禁止喺美國使用。顧衡量辯題嘅準則在於美國有冇合理理由唔俾 TikTok 喺中方營運，而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二：第一，確保公平競爭。自19世紀，谷歌等大企業發展蓬勃，為咗避免一家獨大，美國一直有反壟斷法、競爭法等法案去保障本地小企業同外來企業。然而，隨住全球化嘅發展，中國成為咗世界第2大經濟體，對美國嘅經濟地位造成挑戰。美國政府禁止中國營運 TikTok 呢一個行為，顯然係針對中國喺科技同數據領域嘅快速發展，顯然同美國一直堅持嘅公平競爭背道而馳。正如美國貿易律師戴琪都指出，我哋需要確保市場嘅公平性，而唔係過分推崇美國保護主義。換言之，美國政府唔應該過分保護本土公司，令到佢哋免受 TikTok 等公司嘅國際競爭。更甚嘅係，當 TikTok 唔再係由中國公司營運，其本身輸送嘅獨有中國當地文化就有機會被外地嘅公司打壓或者禁止，減少咗消費者嘅選擇權。難怪 Facebook 首席營運長官 Sheryl Sandberg 都指，如果我哋唔開放市場俾外地，會限制創新同競爭，最終損害咗消費者利益。因此，美國政策制定應該要注重建立一個公平嘅同開放嘅市場環境，而唔係針對特定國家，甚至係特定公司企業。第二，破壞外交關係。美國政府喺冇提出實際同合理證據嘅情況底下，指控中國公司字節跳動有風險向中國泄露美國用戶資訊，指控引起咗中方嘅強烈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黃文斌甚至指責美國冇證據咁指控 TikTok 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嘅時候，無理咁壓制 TikTok。故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所言，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所言，美方係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他國企業。上述反映兩國喺不賣就禁 TikTok 呢件事上面嘅分歧極大，甚至上升至國家層面嘅對立。而呢一種分歧正正導致咗中美關係嘅惡化。難怪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政治學教授 John Taylor 都指 ，TikTok 嘅問題更加代表咗中美目前關係緊張同互相警惕嘅現狀，令到雙方互相對立，惡化咗外交關係。
喺政策冇任何必要做嘅情況底下，政策甚至會危害咗兩國嘅外交，甚至會損害咗社會嘅公平貿易。點解我哋仍然要堅持實行法案呢？最後想問友方，按照美國立場，只要有所謂風險去侵害美國國家安全，就應該要禁止佢喺嗰個地方去營運嘅話，其實所有國家都有機會咁做。咁點解其他國家嘅企業做就得，中國企業做就唔得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表係指明正方10秒冇超時需學生。而家有請反方主辯到索士同有請正方發言時。我湊因為湊佢有機會做主辯。最後一間好，有風最後問我方係咪有風險就唔做得？我方答你唔係，但問題就係 TikTok 嘅問題喺美國討論咗咁多年，佢哋評估晒所有嘅風險先至決定去做，唔好有方同我講到咁簡單先。甚至有方背景同我哋講話禁止 TikTok 喺美國度繼續使用，但我方答你嘅係唔係？佢真實嘅政策係乜嘢咧？係只不過唔俾 App Store 唔俾Google Play 等等嘅地方去下載啫。你本身有 TikTok 可以繼續用嘅，所以有方同我哋方案細節都搞唔清楚。再睇下有方同我哋講話，全部資料全部都係儲存喺美國咧，所以就好安全啦。但我方就唔明白啦，原來咧乜佢字節跳動公司自己睇唔到啲資料咩？而家佢係擔心你成個事務係搬咗去中國咩？唔係啊嘛，佢而家係驚你中國人見到美國嘅資料啊嘛，所以有方同質疑唔成立啦。再睇下有方同學第一個論點同我哋講話要公平競爭，但係首先我方就唔明白啦。究竟危害國家安全點解就要容許佢留喺度先？咁按照你嘅邏輯，中國應該要俾 Google、俾 YouTube 嗰啲入嚟添啦，係咪中國就冇公平競爭啦？再睇下今日有方同學咧同我哋講話，如果咧冇咗呢個中國嘅字節跳動公司喺美國咧，咁美國咧就冇人識中國文化啦。我方就唔明白啦。美國嗰啲 Google 啊、Instagram 嗰啲，佢哋見唔到中國嘢嘅咩？中國自己就咁見唔到外國文化嘅啫咩？所以有方同學嘅質疑亦都唔成立。到最後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你而家咧禁咗 TikTok 之後咧，就國家對立，會中美對立啦。我方就唔明白啦。咁多年中國你對立一直都喺度啦，你呢一個字節跳動禁咗之後，對立咗幾多，影響有幾大先？係咪真係而家我一禁咗字節跳動，我要打仗啦？係咪先？麻煩有方同學交代翻清楚你嘅弊處有幾大啦。所以翻嚟辯題啦 ，TikTok 作為一間屬於中國嘅社交平台網站，安全性一直都備受關注。2019年，美國我國投資委員會對字節跳動收購 TikTok 展開咗調查，認為佢嘅傳購會對美國產生國家安全風險，所以喺2024年就發動咗不買就禁法令。而我方今日行論辯題嘅標準就在於 TikTok 存在喺美國市場會唔會威脅到美國嘅國家安全？而我方贊成辯題，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數據安全成疑，威脅咗美國嘅國家安全。根據 TikTok 官方數據顯示，佢哋喺美國有超過1.5億嘅用戶，佔美國整體民眾接近一半，當中不乏有普通市民、企業家乃至係軍人、官員等等。而根據《華爾街日報》嘅報告顯示 ，TikTok 可以訪問用戶嘅地理位置、設備信息、瀏覽歷史、聯繫人列表，甚至係剪貼版內容。而根據中國國家情報法，中國企業係有義務配合政府提供數據，因此當中國政府向字節跳動索取美國民眾、軍隊甚至係政府官員嘅資料嘅時候，佢哋係冇得拒絕㗎。故此，出於對資料嘅保密，美國、加拿大等嘅國家已經禁止喺政府設備上面使用 TikTok， 而印度喺2020年甚至係以損害印度主權完整為由禁止咗 TikTok。可見其實世界各地對於 TikTok 嘅安全程度有顧慮。而事實上係根據 BuzzFeed News 嘅調查顯示，字節跳動喺中國嘅員工曾經多次獲取美國 TikTok 用戶嘅非公開數據，甚至有員工嘅聲明顯示中國方面乜嘢都睇得到。請問有班同學將民眾嘅數據攞落喺其他國家面前，對美國係好定係壞呢？第二，阻礙咗資訊嘅自由流通。華盛頓郵報指出 ，TikTok 係中國嘅後台負責人對於影片是否能夠發布有最終嘅決定權，因此有唔少嘅資訊都被禁止喺 TikTok 度發布。例如喺2019年，關於香港反修例風波嘅影片內容就被 TikTok 停止發布。又例如英國《衛報》喺同年報道發現 ，TikTok 審查並且禁止咗一啲認為係政治敏感嘅內容，包括天安門事件嘅片段同埋西藏要求獨立嘅內容等等。而路透社喺2022年嘅報告更加指出 ，TikTok 會通過演算法操控熱門話題，例如突然間大量推送某一個政治議題相關嘅內容，從而影響公眾輿論。其實唔止係輿論 ，TikTok 更曾經被指操控選舉結果。NBC 曾經報導過 TikTok 透過含有政治偏見嘅虛假信息，操控緊2020年美國大選。BBC 喺2023年亦都發覺，中國用有政治傾向嘅內容影響台灣大選。
可見其實 TikTok 喺美國係對美國民眾嘅信息安全以及佢哋公眾輿論嘅信息安全有威脅。再想問有康同學啦，美國有咁多短視頻平台 ，TikTok 呢個又犯法又損害國家安全嘅應用，對於美國而言有啲咩必要存在呢？多謝各位。反方主辯牌時間為3分59秒，6小時30分。而家的正方一副到頭前排，有3分鐘發言時間。我係賽會，因為賽會俾個機會我嘗試用呢張卡，仲要寫咗應該唔超過30隻字去打辯論。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聽完友方4分鐘嘅發言之後咧，其實唔難發現咧，友方第一個論點咧完全建基於3個字陰謀論。其實咧講到尾咧，友方咧嘅論證係建基於啲乜嘢咧？就係靠估。佢咧同我哋講，一猜面出到嚟咧，同我哋講話咧，美國做過風險評估做咗好多年啦。咁實際上你嘅數據去咗邊度咧？係咪真係有做過任何一份評估？係咪真係有去評估過？有冇實質一個例子係字節跳動交咗數據俾中國政府咧？有翻一個例子都舉唔出。有方咧淨係同我哋講話咧，中國有機會問字節跳動去攞 TikTok 嘅用戶私隱數據，但同樣地，原來中國都有機會去問其他嘅應用程式攞相關嘅數據嘅時候，點解其他應用程式喺美國就唔應該被禁止，但係喺TikTok 就應該要被禁止咧？更甚嘅係，今日講緊咧，唔係淨係得中國先有機會攞呢一啲咁嘅數據喎，原來咧見到咧換轉係其他國家做嘅時候咧，同樣嘅隱患問題咧，同樣會出現嘅時候咧，點解有方立場底下換咗個地方去做就冇問題，但係咧交俾中國去做咧就罪大惡極咧？所以咧有方下個辯委麻煩解釋清楚，點解換咗個地方有方所講嘅問題就完全唔會出現？更甚嘅係有方要論證清楚，究竟你所講嘅問題係咪真係實質出現過喺中國攞過美國嘅數據？如果唔係你所講嘅論證根本就唔成立。跟住有方咧第二個論點咧就同我哋講話咧，阻礙咗資訊嘅流通。但實際上有方舉出嘅例子咧，話咩反修例風波唔俾存在啊，又或者天安門等等唔俾存在，呢一啲唔係淨係出現喺 TikTok 之上噶嘛。我哋見到其他應用程式都會出現同樣資訊嘅禁止，因為呢啲資訊本身有機會違反咗中國國安法啊嘛。所以我哋見到呢一啲資訊本身被禁止嘅根因根本就唔係佢中國無理去禁止，而係有合理依據去禁止嘅時候，所以見到咧呢一件事同樣放喺其他地方咧都會被禁止嘅時候咧，根本個件事嘅獨有性咧根本就唔係TikTok 所在。再講啦，今日翻返去我方嘅主線度睇嘅時候，有冇同我哋講話咧？我方嘅公平貿易我方會引起我方提到話會引起呢個嘅中美衝突。但係咧就要我哋交出論據，話係咪就會即刻會打仗咧？當然唔係啦，我方知道。但事實上係啲乜嘢咧？就係當中嘅衝突會加劇咗啊嘛。當兩國嘅對立面衝突對立面提升咗嘅時候，對成個國際嘅影響係利係弊咧？多謝各位。3分鐘發言時間，我聽下歷史。各位大家好，今日有同學開辯出到嚟話咧，因為 TikTok 嘅嘢個視頻器咧係美國，所以咧佢就好安全啊，所有嘢都係淨係可以美國睇到啫，唔係。我啱啱見到咧，原來有數據表明咧，有TikTok 咧喺中國嘅呢啲員工咧，去追蹤美國嘅記者入邊人發現咗，所以咧最後咧呢啲員工被炒咗，好簡單啫。所以佢最後咧，我哋總結到就係咩啊？中國如果有辦法可以得到有同學所講喺美國視頻嘅數據，所以有同學所講淨喺美國視頻有安全嘅嘢係唔成立嘅。再睇今日有同學兩個論點啦。咁有同學第一個論點同我哋講話咧，要有公平競爭，同我哋講話咧，因為而家咧美國咧好保護自己技
好保護自己企業，所以咧就唔公平競爭啦，唔係嘅。咁我哋原來見到中國自己本身就已經唔係公平競爭啦，中國冇俾你用 YouTube，有俾你用 Facebook，佢冇嘛，所以佢哋本身中國已經唔係公平競爭嘅時候，唔明白點解有可能今日講到美國要做到咁公平競爭啦。再或者今日可能公平競爭係冇辦法凌駕於國安之上嘛。咁我哋見到原來有數據表明係好似我前面所講咁，的而且確佢哋有數據，佢哋做咗好多年嘅調查，由17年開始去到而家，佢的而且確調查咗幾年，7年啦，去到8年啦，佢哋都知道的而且確咧 TikTok 係有國安嘅風險嘅時候，咪證明咗咯。原來國安咧係冇辦法去凌駕於所謂嘅公平競爭之上嘅時候，唔明白今日有可能同你講公平競爭嘅合理理由喺邊度？跟住再睇今日有可能第二個論點同你講話咧，外交關係好重要。因為我哋要保護中美兩國嘅外交關係，我哋咧唔要佢哋對立，我哋唔要語言對立，我哋咧全世界好好嘅，我哋要好開心嘅，唔係。首先第一 ，TikTok 出現之前咧，原來兩個國家已經對立緊㗎啦。再者今日可能咧，佢講到好㗎，話要有呢啲所謂公平合理嘅理由。但係原來今日可能我哋見到中國內部禁止 TikTok， 中國內部啲員工佢禁止 TikTok 發布有關天安門發布有關西藏獨立嘅數據。咁呢一啲有冇呢一啲所謂嘅公平理由咧？合理理由咧，顯然係冇嘅。我今日更加見到就係嗱，讀翻出面嗰幾個分堂聽啦。原來咧字節跳動中國員工咧係能夠攞到你個 TikTok 用嘅非公開數據係非公開啊！大家留意。而員工聲明亦都表示咧喺中國方面咧，佢哋咩都睇得到嘅，所以好簡單啫。原來今日有分堂咧呢樣嘢係非常之唔透明嘅，就係原來呢個世界上咧係呢個世界上佢的而且確可以喺中國得到美國事務嘅數據先顯然唔合理。去到最後咧，今日分堂同我哋講話咧，我哋犯法國安風險，但係咪先？唔係。點解？因為國安根本上喺每一個國家都係凌駕於所有人之上嘛。無論喺中國，整個喺香港都係要即係履行中國嘅國安責任㗎嘛。而每一個國家都要履行你哋自己國安責任㗎嘛。雖然明白今日分堂質疑緊係啲乜嘢，佢最後今日分堂就話啦，係咪有風險就要禁咧？唔係。我哋今日見係咪有風險就要禁咧？係有風險就要禁嘅，但係唔係所有嘢都係禁㗎嘛。咁我哋今日見到就係佢的而且確係因為對於國安有風險，所以要禁咗佢咯。係每一個國家，無論印度啊、塞內加爾、點講阿爾巴尼亞都曾經禁過呢一個 TikTok 嘅時候，唔明白今日分堂嘅質疑喺邊度啊？多謝各位。打多一部分，因為2分46秒，老師成唔成功？我係賽會啦，因為賽會可以令到我第一次喺隻手度寫咗咁多字，之後去打一場好奇怪空手棋。各位大家好，義父為自己同友方嘅兩個論點逐一審視。今日友方第一個論點咧出嚟同我方講話危害國家安全，佢有啲咩中國員工咧有權利咧去睇嗰啲唔知乜嘢美國嗰啲抖音入邊嘅資料。先問落咧係中國員工睇，唔係中國政府睇，所以友方要搞翻清楚一點就係中國員工睇同中國政府睇兩者嘅必然關係喺邊度。所以第二樣嘢咧就係友方話咧員工咧會員工睇咗之後咧俾人炒咗，咁咪啱咯，正印證咗一樣嘢就係呢個係員工嘅個人行為，佢做得唔啱先會俾人炒噶嘛。所以見到就係友方對國家安全呢個危害論點唔成啦。再有友方出嚟嘅第二個論點，唔係第一個都係第一個論點，都係國家安全，話呢啲中國人咧係嗰啲員工全部都係中國人，但係見到就係喺字節跳動嘅董事會成員有60%都係美國人嘅時候，唔明白到底點解你講到話成間公司好似由中國政府掌控咁，只要有權利就可以俾晒中國政府睇咁，好似所有嘢都俾晒中國政府咁，所以友方要搞翻清楚就係你要論證得到咧係咪真係所有資料都經由中國政府經手？我見到嘅就係有60%董事會嘅成員係美國人嘅時候，佢哋會唔會傾向保護自己國家利益而唔係俾中國政府睇？所以咪有第一個論點唔成啦。第二個論點出嚟同我講話咧嗰啲言論自由會被危害啦。我先勿論就係咧，原來今日喺美國嘅一啲應用程式例如係推特等等啦，喺呢個特朗普嘅國會山莊案之後咧，都係禁止咗特朗普嘅推特帳戶嘅時候，所以見到嘅就係原來今日你嗰唔知乜嘢限制言論自由咧，唔係得 TikTok 先有嘅時候，原來推特就有Facebook 呢啲 Instagram 都有嘅時候，所以見到就係你嗰啲論證根本就唔係一個獨特嘅利處。你再同我講話，原來今日再同你講咗啦，原來今日 TikTok 嘅行政總裁出嚟喺個聽證會3月嘅聽證會同你講話 ，TikTok 係唔會主動咧去參考人哋其他，係唔會去禁止其他嗰啲唔知乜嘢嘅封禁人哋，就會限制自己言論自由嘅時候。所以今日同你講 TikTok 自己都出面同你講嘅時候，你嘅論點亦都唔成啦。所以今日再睇下你一副出嚟同我講話咧，嗰啲其他因為有風險就需要禁啦。咁其實現況咧有好多嘢都有風險㗎，例如可能係中國嘅公司有風險啦，中國人入嚟美國都有風險嘅時候，你係咪呢啲通通全部都要禁止咧？所以見到就係你嘅禁止根本就唔係一個成效嘅，唔係一個合理嘅論證嘅時候。所以我哋再睇咧，你話嗰啲國安數據有數據表明啦，你一副出嚟同我有數據，主面人同我有數據，咁問數據喺邊啊？你確確切切由頭到尾都冇交出過一份數據嚟論證咗，反觀我方已經同你論證咗兩個論點。第一個論點就係同你講話而家現況底下，呢個 TikTok 的而且確可以提供到一啲支援出嚟嘅時候，點解今日我哋唔應
該繼續做咧？所以今日我哋再細睇嘅時候，最快咁有方嘅兩個論點唔成啦，我哋再睇下我方嘅論點啦。今日我方論點而今日同你講咗 TikTok 呢樣嘢本質上咧係危害你如果禁止咗就係會危害緊佢而家中美兩者嘅關係嘛。個問題佢而家係惡化咗兩者嘅關係啊，個關係本身就係惡化咗。有方主面出嚟同我方講話係啊，的而且確我方同意。咁個問題係在於佢越嚟越差嘅時候，係咪就會促進兩方嘅對立啊？所以今日就連外交部發言都出嚟制止你嘅時候，連中國嘅網民都係咁話美國做得唔好嘅時候，點解今日唔係一種促進對立嘅情況呢？多謝各位。正方以附發言時間為3分04秒，5小時需求。有請反方以數發言題。我係蔡，因為蔡哥利用細胞分裂，令我哋可以避免有人打嘅情況出現。嗱，各位大家好，點解咧違反咧中國嘅國安法就可以禁止，但違反美國嘅國安法就唔可以禁止咧？今日有方同咧同我哋講話咧，喂中國，喂你天安門嗰啲片，你6·4嗰啲片，喂中國政府咧禁晒，點解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咯？但係今日我方見到係 TikTok 危害緊美國國家安全嘅時候。點解美國就唔可以禁止 TikTok 咧？因為我都唔理咩原因啦，就係而家美國就係見到佢自己見到 TikTok 呢一個應用程式喺度盜取緊美國人嘅資料嘅時候，佢自然就有理由去禁止呢件事啦。我唔理佢，我唔理事實上點。總之美國政府係有原因，亦都有權利去禁止呢件事嘅時候，所以唔明白點解有方同學嘅質疑，所以唔明白點解方同學嘅質疑。跟住再者睇下方同學第二個論點，有方同學我哋講話咧，喂印度會唔會令到兩國嘅衝突升級？等陣先，印度、阿爾巴尼亞、塞內加爾咁嘅國家都禁咗 TikTok， 有冇打仗？有冇我想問有方同佢哋兩國嘅衝突提升咗幾多？所以今日有方同你，原來第二個點你自己都冇論證嘅時候，所以請有方你同我講啦，係我要請間同我解釋啦。喂，到底今日阿爾巴尼亞今日呢個嘅塞內加爾禁止咗 TikTok 之後咧，佢哋嘅衝突提升咗幾多？佢哋兩個嘅不和提升幾多？有方你又要同我解釋啦。跟住有方同我哋講話咧，喂 Twitter 都有禁止啊特朗普啦。佢呢啲都係禁止緊言論自由啊？點解？因為特朗普當時咪危害緊美國嘅國家安全咯，佢慫恿緊美國嘅民眾去點啊？去示威，去國會面前示威喎，咪危害緊美國嘅國家安全咯。所以咁 Twitter 先要禁止特朗普去做啲咁嘅嘢嘛。同樣情況啊，擺喺 TikTok 入邊 ，TikTok 同樣都危害緊美國國家安全嘅時候。所以今日我方見到係自由唔係國家安全係永遠凌駕於人嘅自由底下啊嘛。點解？因為我唔可以隨意出街同人講話，喂，我要抌炸彈喺度，我要抌核彈。我要炸爛政府，而家我唔會咁做，因為好簡單，因為我危害國家安全咯。所以國家安全永遠都係凌駕於自由之上嘅時候，所以有方你講嘅自由，你所謂根本就唔合理咯。跟住有方義父有個好好笑嘅類比，同我講話，喂，係咪要禁中國人去美國？梗係唔係啦，因為如果啲中國人佢冇去盜取人嘅，佢冇去盜取冇去美國人嘅資料，佢冇喺美國搞事，咁梗係唔使禁止啦。但係問題就係，例如明一個中國嘅間諜去咗美國。咁好明顯，咁嗰啲梗係要禁止啦，梗係要俾人拉啦。所以有方你自己嘅呢個類比根本都唔合理咯。其實美國咧之前都有推行過呢啲類似不買就咁嘅法例啦。嗱，例如一個叫同志交友平台 Grindr 咧，就係一個中國嘅公司昆侖咧就想賣呢個同志嘅交友平台，但係美國唔俾佢賣，點解啊？因為美國擔心佢會盜取美國人嘅資料，所以就唔俾賣咯。所以今日你方所講嘅呢個第一個點啊，公平貿易係公平貿易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同你講話，因為國家安全擺喺先，公平貿易擺喺國家安全係一定係擺喺最頭嘅原因底下，連美國呢個號稱最大自由、最大自由嘅國家都要禁止呢啲企業去都要禁止中國嘅公司去買美國嘅企業嘅時候，我好明顯就係見到方你講嘅完全合理，所以今日咧反方面題反方你承答到各位。反方以部分時間為3分，其實係冇先時需要8分。咁而家會進入呢個台下答案環節。不過唔緊聲。係。想緊聲，正方主傑，反方主傑問副 ，sorry。主傑二副。係。中咗啦。係，即係半年。係啦，但係咧因為我想提一提，我哋本身個賽規上面寫係唔可以一個
個人搭訕，咁但係呢個係一個特殊嘅情況啦，所以係唔會作扣分處理嘅，係被允許一個人搭訕。咁而家我就台下個環節，相當會用3次台下發問嘅機會同埋3次台下答辯啦。咁台下發問同埋台上答辯均設1分鐘，上30秒嗰時會撳鐘1次。咁本環節係唔設任何緩衝時間啦，當發言時間用盡之後，會即會即時中斷其發言。咁喺每一次答辯嗰時，答辯一方只可以提出1人發言，唔可以用作補充。咁同一面嘅金牌會。咁如果出現台下發問者係必須發問啦，如果發問者係無權要求常作答。而假如發問者冇提出問題嘅話，發問者得0分，答辯方會得該題之滿分嘅出作答。咁如果有任何問題咧，會由評判作最後決定。咁由於正方發放咗禁聲啦，咁反方嘅主頁同埋二副都唔可以喺直題嘅環節中代表答辯啦。咁樣對錯雙方對於反方環節嘅作分就唔同咯。係咪你可以拍翻？挑幾先睇到喎。唔係自由唔係先 free 咗得嘅。哦，free 咗得嘅。係。好，如果冇其他問題嘅話，咁而家會有請正方發出第一條發問。最緊好先問有方啦，今日有方咧第一個論點咧同你講乜嘢？同你講話危害國家安全，話咧原來中國嘅員工咧可以或者中國政府可以獲取唔同嘅信息，咁甚至有方咧主辯咧去全場咧，其實咧從來講嘅字眼係乜嘢啊？係發現有呢個風險存在，並唔係講有啲案例啊，實質上咩資料流失存在啊嘛。所以我哋見到乜嘢啊？就今日有方咧其實全場論證啊，根本就唔係事實上有幾多中國人做緊呢樣嘢，流失咗幾多資料，而係你講呢樣嘢可以做嘅時候，但係事實上我哋見到乜嘢？咁樣從來冇論證過，流失咗幾多資料，流失咗乜嘢資料，做咗幾大影響嘅時候，孫有方咧仲問我哋咧就話中國人咧唔係唔可以去美國，只不過咧係佢有潛質可以做，即係話有一個間諜就唔可以去。咁但係一個中國人佢都有潛質可以做嘅時候，你係咪應該有禁止一個有潛質做間諜嘅人去中國咧，去美國咧？咁所以今日上面有講嘅就係、究竟你所講論點一造成幾大影響，流失咗乜嘢重要資料，流失咗乜嘢機密？如果論證唔到嘅話，就正方面提領成立，多謝各位。而家反方1分鐘準備時間。咩時間到？1分鐘回答時間，應該先開始。再各位大家好，有方第一條台下問咧，究竟喺喺 TikTok 出現咗之後咧，佢流失咗咩資料？嗱，我嗰主編同有方講咗啦，原來根據 BuzzFeed News 嘅調查顯示咧，字節跳動嘅中國員工咧係能夠多次獲取美國 TikTok 用嘅非公開數據，話明非公開就唔講得啦。而甚至有員工嘅聲明咧顯示，中國方面咧非常睇得到嘅。而我哋再睇啦，原來根據《華爾街日報》嘅報告咧 ，TikTok 咧係可以訪問用戶嘅地理位置啦、設備信息啦、瀏覽歷史啦、聊天人列表啦，甚至整體數據。而甚至根據國家情報法咧，係有義務配合中國政府提供數據。即係我頭先而家唔做嘅時候，係咪等到出事嘅時間開始做咧？多謝各位。反方發出代表係第一條。再各位大家好，有翻第二個論點就喺度講話害壞外交關係啦。但係究竟惡化咗喺邊度咧？有翻有冇實質例子同我哋講咧？個法案已經存在
已經存在咗差唔多成年啦。但係究竟中國做咗啲咩嘢去反制美國咧？究竟友方通通都冇交代過。而當中美嘅外交關係不嬲已經係咁差咁惡劣嘅時候，由之前嘅貿易戰已經打到好似嗌晒交咁樣，咁係咪一禁咗 TikTok 嘅時候，中國就要反晒台咁樣直接打交咧？所以今日友方無論喺論證上同埋事實上咧，根本都係唔成立嘅。所以想問友方，呢個咁唔明確嘅弊處係咪凌駕於我方講嘅國家安全同埋資訊流通嘅咁明確嘅利處更加大咧？多謝好啊！而家剩翻我1分鐘準備時間。時間度，請正方將我代表。各位大家好，多謝友方提問。友方出嚟同我方講話咧，個弊處唔大，我方第二個論點。但係因為見到就係個問題就在於個矛盾係本身就有，個問題係而家激化咗嘛。所以見到就係《人民日報》喺度畫漫畫嘲笑美國嘅時候，令到場內嘅中國人咧睇到嗰幅漫畫越嚟越嬲，係咁喺微博度鬧臭美國嘅時候，想問友方啦，呢一樣嘢係咪叫激化咗矛盾，令到中美間嘅網民越嚟越對立咧？所以見到就係原來官媒自己喺微博度，令到中國網民越嚟越嬲，呢一樣嘢已經確立咗。再睇官方自己都出嚟發聲同你講話，我而家原來美國做得唔啱，令到場內嘅中國居民都可以得知個事理原來係咁樣嘅時候，激化咗個矛盾。而今日點解細國冇呢啲話語權啊？知唔知點解細國冇呢啲矛盾？正正就係因為中國同美國兩者本質上就係最大經濟體，就係互相嘅競爭對手。就正正係因為咁，從而對兩個對立已經會越嚟越嚴重。而細國嗰啲就正正因為佢哋喺國際上冇話語權啊嘛，佢哋都唔會買到節節跳動嘅時候，中國同美國兩者之間嘅矛盾係獨有，而且係獨一無二嘅時候，今日辯題領成立都係個位。而家正方或者代表上第3個手法。最緊好多謝友方咧頭先嘅答問咧，同我哋重複咗一次咧主辯講過嘅所有啲唔等使嘅資料啦。咁友方今日咧同我哋講話咩啊？同我哋講話咧，原來中國政府咧有權可以攞晒咧呢咁嘅字節跳動呢啲資料咧，用戶數據啦。但係佢見到乜嘢啊？就唯一一個前員工喺2023年去起訴咧，喺美國咧起訴字節跳動咧，佢出賣啲資料嘅時候咧，原來呢樣嘢到而家都仲未證實得到，原來咧仲係一個訴訟階段嘅時候。所以想問友方點樣論證到呢樣嘢嘅必然係存在？點樣論證到佢必然有出賣數據呢一樣嘢咧？多謝各位。而家咧係1分鐘準備時間。
再講得好啦。今日有多謝有方提問啦。今日有方問咧，係咪要我方論證必然有呢個風險咧，先至能夠確切咁反對辯題？唔係，因為我方今日咧要有方同學比我方咁高論證咧，我方論證唔到。點解？有方同學都識講喺數據階段嘛，但係方同學你反而你自己要論證，佢中國必然唔會喺 TikTok 度咁問佢攞佢數據。點解咧？中國嘅國家情報法同我哋講話咧，原來佢中國企業咧係有義務配合政府提供數據，所以簡單嚟講就係冇得拒絕。所以本來你而家係有本來論證，你要同我論證，佢必然唔會問 TikTok 攞翻佢嘅資料。再嚟今日本來話我方咧淨係得呢個數據，但係本來同樣都係，因為今日本來第二個論點咧，除咗無零啦同汪生數據之後咧，係冇人攞個數據嘅。所以本來唔該佢後場咧都要交出第二個論證同我哋講話，有本來要論證第二個論點，多謝各位。優先大方發出代表，第二個答案。在座大家好，今日有方都好好笑喎。有方講話咧，網友喺度鬧交啊，咁所以咧就要上升到去國家受到威脅咁樣，即係啲網友好似個個攞住把槍咁樣對住每個網友個頭度肥佢哋咁樣。咁其實但係政府、中國政府啊、美國政府嗰啲粒聲都冇出嘅時候，點解有方？究竟有方覺得係咪網友大過政府咧？所以好簡單問有方一個問題，請有方交出一個實質嘅例子，同我哋講話，究竟今日因為禁咗 TikTok 呢件事，就會導致到中國同美國嘅呢個外交程度會更加緊張、更加惡化，都係各位。1分鐘準備時間。在座位大家好，首先多謝有方嘅提問。有方咧就同我哋講話咧，除咗啲網民之外，美國或者中國政府有冇出過聲咧？睇嚟咧係有方自己冇聽清楚，或者我方主辯同你講，兩個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咧都批評緊美國無理打壓 TikTok、無理打壓他國企業，係泛化緊國家安全嘅概念嘅時候，似乎有方呢一條問題咧，完全都係冇聽到我方嘅主辯先會去問。更甚嘅係我方主辯亦都同有方講咗啦，就係連美國嘅教授自己都話 ，John Taylor 都話美國中美極度緊張嘅原因就係因為 TikTok 問題所導致，所以見到咧今日所加劇，所以見到咧今日美國教授自己都出嚟同你講啦，中國發言人咧都講咗嘅時候咧，唔知點解有方仲可以問呢條問題出嚟？更甚嘅係有方今日一直擔心嘅安全問題咧，原來咧義父位置同有方講咗啦，字節跳動嘅行政總裁嘅聽證會嗰度自己承諾唔會交出任何數據，更甚嘅係董事會入邊有60%都係美國人，嗰60%美國人又點會危害自己國家嘅安全咧？多謝各位。我哋講話咧，唔係唔俾用 TikTok， 係唔俾下載。原本有嘅都係可以用，但係今日有方又講到 TikTok 咁差嘅時候，究竟係有方嘅立場下係俾用定係唔俾用咧？再睇第二樣嘢，有方咧就不斷同我哋講唔俾用係一啲政治因素，係話咩政治嘅輿論有風，即係啲大風向啦所謂嘅。但原來大風向呢樣嘢從來都唔係 TikTok 獨有，而係任何社交媒體都會存在嘅問題。今日 Twitter 唔可以大風向咩 ？Facebook 唔可以大風向咩？甚至今日新聞報導都係製造緊輿論風暴，都係大風向嘅時候，想問有方係咪想禁止晒所有社交媒體？係咪唔俾任何資訊流通咧？多謝各位。有1分鐘準備時間。
多謝有方提問。今日有方問咧係咪所有社交媒體都要唔俾佢安裝？唔係嘅。咁我哋見到原來係中國政府自己操控呢樣嘢啊嘛。例如2019年嘅香港反修例風波啦，又或者西藏要獨立等等嘅內容咧，都俾中國自己封禁咗啦。所以好明顯呢樣嘢係唔客觀嘅。有方同我哋有方義父同我哋講話咧，推特咧因為佢唔俾特朗普喺上面講嘢，封殺咗佢賬戶。係點解要封殺佢賬戶？正正因為佢影響國家安全嘛，正因為佢衝擊國會山莊，正就係令到佢影響國家安全嘅時候，咪理應去禁止咯。而反而我哋見到其他嘢冇做呢樣嘢嘅時候，亦都冇做大方向，甚至 IG 啊、Facebook 等等都冇做對手。唔明白今日方嘅問題喺邊度？多謝各位。因為反方派出代表人第三條路啊。仲有各位，今日有方全場幫你同我講啦，我哋講話咧，字節跳動嘅老闆咧話無資料泄漏，要佢俾證據。不過我方全場咧已經喺度不斷咁俾有方證據，有方好似聽唔到咁。唔緊要，我方再講多一次。2022年嘅字節跳動公司承認，佢哋嘅員工泄漏咗2位記者嘅資料。BuzzFeed News 嘅報導指出，1名員工表示美國 TikTok 用戶一切都被中國睇到。富比士報道亦都表示，字節跳動係會利用 TikTok 監視美國公民。想問有方喺明知 TikTok 威脅國家安全嘅情況下，係咪要扮睇唔到？係咪覺得國家安全不值一提咧？多謝各位。佢1分鐘準備時間。誒
展示嘅觀點咧，可以隨時舉起呢個評判嘅卡向我哋示意嘅。咁如果兩位或以上評判向主席示意之後咧，本環節會需立即暫停20秒，當雙方重整策略。20秒之後，本環節將會繼續進行，意思由反方開始發言。咁自由辯論環節當中咧，第時會喺於該3個發言時限前30秒當中1次，並於發言時間用盡之後當中2次。本環節係不設任何緩衝時間，當發言時間用盡之後先會即時中斷嘅發言。咁由於正方野雞中學發動咗一個禁聲啦，咁因此咧係一陣間自由辯論環節嘅頭1分鐘時間咧，反方喇沙書院嘅主辯啦同埋義父啦，都係頭1分鐘係唔可以發言嘅。咁我哋會喺你哋1分鐘計時到嗰陣時咧，我哋會咁樣舉手示意嘅。所以係要留意下呢個講法。咁即係換言之咧，喺頭1分鐘時間咧，反方係會淨係由一方發言嘅。咁雙方有冇任何嘅疑問？好啦，如果冇嘅話咧，咁會由正方開始先咧，起身之後我哋會開始開始。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立場自相矛盾，主辯同你講話咧，而家用唔到 TikTok，突然間同你講話唔用得咯，咁所以問你用得定唔用得？唔係啊，聽住先，不買就禁法令咧係唔俾 Google 啦，唔俾 App Store 去繼續更新 TikTok，所以佢最後咧冇人用㗎啦，用唔到㗎啦。咁現況咧，而家係咪人用緊先得哦？而家就係啲人用唔到咯。所以但係有方主辯出到嚟嘅時候，同我哋講話啲人仲用得喎。咁用有未講？唔係，個問題係你而家自己主辯出嚟同我講話，而家仲覺得而家仲得定唔用得？唔係，反而係有方同你而家反而係有方同你而家冇數據同冇任何語錄同你講話，反而係有方同而家冇任何語錄同你有方同論證第二個論點個外交風險喎。好啦，所以有方自己講唔過去啦，有方自己咧自相矛盾呢一點咧已經確立咗先。再講啦，今日咧有方咧同我哋講話咧，佢哋第二個論點同我哋講話咧，佢哋資訊唔流通，但係咧所有嘢都可以大風向，係咪所有嘢都要禁止啊？唔係啊，而家係同你講緊，因為佢大風向嘅係中國政府嘛，佢係中國情報法，所以話可以大風向咯。所以問題就係中國政府本身佢自己會操控嘅時候，唔明白今日有可能問題喺邊度？係啊，所以有方今日同我哋講話咧，原來 Facebook 唔會大風向，但我見到啦，原來 Facebook 喺俄羅斯總統2016年嗰陣時，俄羅斯干預咗總統大選嘅時候，所以呢個係咪 Facebook 干預嘅大風向？呢個係 Facebook 都要禁。所以有方同學第二個論點，除咗無釐同我安生嘅數據之外咧，據語錄之外有冇第二樣嘢啊？唔係有方答翻我先 ，Facebook 使唔使禁？問有方同學第二次有方同學咧，你個語錄咧得2個咧，全打全場，我幫聽到冇啊？有方同學有冇第3個語錄啊？所以有方自己都答唔出我方嘅問題咯，就係知道原來大風向呢樣嘢喺所有社交媒體都會發生嘅時候，呢一點確立咗就係唔應該因為呢一個作為原因而去禁 TikTok 咯。再問有方啦，今日咧同你講話咧2個中國外交發言人咧同你講話激化咗佢哋嘅語錄，咁樣激化咗佢哋嘅衝突，咁樣係咪仲唔夠啊？第一，今日有方同學除咗2個語錄之外，交唔出第二樣嘢。第二，有方同學話激化咗幾多，做咗啲咩後果？好簡單啫，我今日同你講咗個美國教授自己出嚟同你講話，現況底下中美矛盾極多，再咁落去只會越嚟越多係激化矛盾，所以咪 TikTok 你一撳就會令到個矛盾越嚟越大，同唔同意？唔係，所以有方同學你撳完之後個結果係啲乜嘢？激化咗幾多啊？撳完之後咪越嚟越嬲咯，中國，所以今日有反制措施咯，例如可能關稅呢啲就可能都係反制措施之一嘅時候，就問有方啦，你而家有反制措施同唔同意先？個反制措施除咗關稅之外，咁關稅出幾多啊？咁所以有方今日淨係要我哋不斷交出數據，但係有方自己由始至終都冇交出過任何數據咯。今日同你講咗呢一個如何被激化，根本就冇辦法被量化。同你講咗越嚟有方又唔聽啦，然之後問有方交出數據，究竟有幾多人係被有幾多資料係被盜取咗嘅時候，有方淨係同我哋講話有人表示有風險，咁呢一個係咪真係實質被盜取啊？第一，今日有方同學證到第二個論點啦。第二，今日有方同學咧原來係有風險，係個風險嘅原因係就因為佢有問題啊嘛。今日有方同學講要合理，你又不合理，你又幾合理先可以做到咧？唔係好簡單，有風險就要咁嘅話，就要禁嘅話 ，Facebook 都有風險，使唔使禁？唔係，但我想同你講話，原來佢會干預咗總統大選嘅時候，所以問多次你使唔使禁咯？問你點樣干預咯？俄羅斯2016年干預總統大選 ，Facebook 使唔使禁？佢點樣監控咗？佢點樣影響 Facebook 先 ？Facebook 係美國公司嚟嘅喎。一個講要唔要禁？唔係啊，問你點樣禁？你解釋咗先，我都唔明你點禁。唔係好簡單啫，俄羅斯咪就係喺個 Facebook 度操控個輿論咯，咁使唔使禁啊？俄羅斯點樣操控輿論？而家同你講 TikTok 係唔俾你講天安門，唔俾你講6四喎，我想問俄羅斯點樣唔俾你講係關於拜登定係特朗普嘅嘢？有方不斷咁樣糾纏就我方嘅例子，但係佢哋自己由始至終都冇交出個論據去論證佢哋嘅辯題喎。唔
唔係啊，之前咪話咗俾你聽唔俾講天安門啦，而家反而係問你俄羅斯點樣操控啊？唔係好簡單啦，有方嘅一個問題就係、你而家俄羅斯操控咗係事實啦，你問我喺度點樣操控，我同你講啲事實上嘅層面，我哋討論翻事實先。所以咪有中國嘅時候 ，Facebook 使唔使㗎？你答翻我。所以有方同學解釋唔到成個原理係點樣，俄羅斯一步一步點樣去控制總統大選咧？有同學完全冇交代，所以有方嘅質疑唔成立。再想問有方同學啦，而家印度等等全部地方咧禁咗 TikTok 之後，佢哋嘅矛盾激爆幾多？個重點係在於個輿論會被影響，所有嘢無論係新聞定係傳媒，所有嘢呢啲存在都會影響個輿論嘅時候，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啲嘢你唔禁，但係你同我哋講要禁 TikTok，咁合唔合理啊？唔係啊，有輿論冇問題，問題係你 TikTok 係中國政府可以控制美國境內嘅言論啊嘛，呢、個戰場已經完咗啦嘛。有方同學第二次印度等等地方都禁咗 TikTok，矛盾升咗幾多？係啦，咁所以按照有方立場嘅話，今日我哋不賣就禁，咁如果賣咗嘅話，係咪唔使禁啊？係啊，因為賣咗咪唔係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咪冇得操控美國輿論咯。所以呢個戰場落咗結論，有方同學第三次再唔答我結論。印度等等地方都禁咗 TikTok， 佢哋矛盾激發咗幾多？好簡單，同有方講，今日中國呢樣嘢本質上佢哋兩個最大國家，佢哋本質上就係競爭者啊嘛。所以印度同美國唔係競爭者，中國同美國係競爭者嘅時候，佢哋兩個嘅矛盾先會激發得越嚟越犀利，同唔同意？所以咪有方同學乜印度同中國唔係競爭者？印度同美國唔好意思，我口誤。所以今日再問你第二次，係咪中國同美國係競爭者先會最大競爭者啊？先會導致到問題激發得最犀利？咁點解印度同美國又唔係競爭者咧？唔係，我同你咁直講，中國同美國係最大互相競爭者啊嘛。所以見到嘅就係你唔答我問題啦。所以先講啦，就係佢哋兩個係最大互相競爭者，先會導致個矛盾越嚟越大。再問有方啦，你今日多謝個位。時間用咗，有請反方或者一位代表你哋有1分鐘剩嘅時間，可以一次過1分鐘完。咁樣我哋試。各位啦，今日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唔叫競爭者，咁即係競爭者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今日我哋方咧都問咗我好多次嘅。我話喂，你除咗嗰兩個輿論之外，仲有啲咩咧？你方同學話咩咧？話報紙上有啲漫畫諷刺美國漫畫，但諷刺美國漫畫咧，我方有讀歷史嘅，喺清朝嘅時候都有諷刺美國㗎啦。咁所以今日我方見到係你嗰啲諷刺美嗰啲不嬲都存在嘅時候，你所講話提升國家之間矛盾又提升咗幾多咧？所以今日方我覺得第二個論點顯然唔成立。咁可能第一個論點話公平競爭，因為我方見到係美國係有權，因為國家安全而唔俾中國企業去買美國公司嘅時候，所以呢一點我哋第一個論點都唔成立啦。因為而家我方見到係中國的，而且確係可以睇到美國嘅嘢啊嘛。咁而家個風險已經存在喺度，美國都知道個風險嘅時候，點解唔可以禁止啊？美國有咩理由唔可以禁止啊？同埋今日我方咧作為一個，同埋今日咧後方下方，我方作為你方作為一個正方咧，連最基本嘅政策都教唔出，反而我方咧同你已經，而反而我方已經解決咗有方兩個論點嘅時候，有方你根本點講唔到。多謝各位。好，知有邊種環節完結，而家我會進入2分鐘嘅結辯準備時間。
咩時間而言，點解會先有請反方協調同總結答？有4分鐘時間。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呢度用今日幾個最重要嘅戰場去解釋下呢一場比賽。第一，國安。咁有分台咧對於我方嘅國安論點咧有幾種反駁嘅。第一個有分台一直係咁質疑我方數據，但我方幾個新聞我幾個語錄交晒俾有方同學同埋你哋講，原來中國政府係完全有條件、有能力，亦都有意向去攞到美國人嘅資料嘅。有分台同我哋講，有風險啫，佢哋一定會做嘅。所以今日有分台用一個字概括你嘅立場，就係去到中國政府咧，佢就唔會去攞呢一啲嘅資料啦。佢話有風險，但係唔緊要，中國政府佢哋唔會攞嘅，字條自己都應承咗啦，佢哋唔會攞嘅，佢哋好好嘅。但係問題就係有分台唔係成個世界都好似你咁君子噶嘛，個問題就係佢哋有能力、有呢個條件去攞嘅時候，就已經係一個風險啦。所以有分台啦，今日我攞住把刀對住你個胸口，即係同你講話唔緊要個，好人嘅，我唔會刺你嘅。有分台有風險喺度，已經係一個問題，點解就唔可以禁止咧？佢哋後面啦，有分台同你講話，你而家有啲乜嘢咁重要嘅資料洩漏咗，我方見唔到啊，所以見到有分台立場係乜嘢咧？就係而家咧冇咩嚴重事故出現咧，就唔禁住，到之後出現咗事故再禁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個風險擺晒喺度，咁多專家同你講話有問題啦，有分台仲唔禁，你等到幾時先禁咧？係咪真係等到中國攞晒美國人啲資料先至再禁咧？但係有分台見解分析翻清楚啦。再喺第二個戰場輿論啦，有分台全場對於輿論嘅質疑就係乜嘢咧？我而家咁天安門啊，咁新疆人權事件嗰啲有合理嘅原因，但有分台全場都交唔出合理嘅原因，所以個後場咧有分台咧都已經唔再去反對呢樣嘢，反而係同我哋講話，Facebook 咧俄羅斯都會操控大選嘅，其他嘅社交平台咧佢哋全部都會有水軍啊，會有大風向等等。但係個問題就係有輿論呢件事本質上唔係問題，但係你中國政府係透過後台程式自行去操控呢啲輿論嘅時候，所以有分台啦。我比起我而家只不過係討論度高咗，我而家討論度高咗啦，呢個議題係自然有關注到咯。有分台係咪咁都叫大風向先？而今日我方講控制輿論，唔係有分台講到有更加多人關注咁簡單，而係佢直接禁止咗呢一類不利自己言論嘅出現嘅時候，有分台你又點樣解釋咧？甚至我哋見到原來 Twitter、Facebook 等等，如果你俄羅斯操控咗言論，而家我咪禁你個帳號咯，我咪封鎖你個帳號，唔俾你繼續講嘢咯。呢啲係咪已經可以維護到個國家安全咧？反而係字節跳動佢作為自己後台公司嘅時候，而家我禁咗你，你連佢俾人禁咗你都唔知嘅時候，所以有分台你又點樣去解答呢一啲嘅問題咧？再睇下有分台兩個論點啦。第一，公平競爭，其實去到後場咧，有分台已經冇再講過任何關於公平競爭嘅嘢啦。因為有分台都明白，其實公平競爭呢樣嘢個弊處有幾大咧，有分台冇交代過，甚至喺國家安全面前，公平競爭呢件事有幾咁重要咧？我就唔明白啦。甚至係你講緊公平競爭，唔通我要俾人喺美國度賣軍火，呢啲先至叫公平競爭咧？唔係，因為我哋明白字節跳動、TikTok 等等呢一啲係真係危害緊美國國家安全嘅時候，點解我要公平地去危害國家安全先？呢件事顯然唔合理。今日作為美國政府，只係以美國人民嘅利益行先，而唔係真係你講到咩公平競爭4個字，4個字係咪可以凌駕於大家一切嘅私隱、大家一切嘅自由咧？嗱，有分台結辯真係解釋清楚啦。甚至有分台咧主辯出到嚟第一個論點後半句話，我哋而家冇咗字節跳動呢啲中國公司之後咧。所以咧就會少咗啲獨有中國文化嘅輸出咧，其實有分台去到後場一句都冇再提過啦，因為有方同學喺我方反轉講過，已經明白到究竟獨有嘅中國文化係咪一定要靠字節跳動咧？唔係。再睇有方同學第二個論點同我哋講外交關係，因為有方同學抌咗幾個語錄出嚟話激化咗，但係個問題激化完之後嘅結果係咩咧？就係我畫咗幅馬我笑你咯。咁有方同學我覺得而家嘅國際局勢咧都幾和平下嘅，大家都笑哈哈咁樣。但係問題就係今日外交關係係咪真係有方同學講到咁簡單？一個字節跳動就已經會。就已經係會激化咗先，甚至我方就唔明白啦。今日我想要派一個字節跳動嚟去你國家度偷你啲資料，去做間諜，然之後咧你捉咗個間諜出嚟，唔俾我間諜入去，咁樣就叫激化咗啦。咁有分台為咗維持國際關係，係咪就應該要容許中國一直攞美國人啲資料，派咁無限嘅間諜入去咧？唔係，所以去到最後，跟住我哋辯題講到嘅重點係乜嘢咧？就係究竟一間企業佢喺一個國家嗰度去運營，佢哋需要啲乜嘢咧？我哋見到就係 TikTok 佢作為美國嘅一間企業嘅時候，佢就應該要維護翻美國嘅國家安全，為美國利益而着想，而唔係企喺美國嗰度，然之後繼續傳啲資料翻中國背叛美國。多謝各位。反方結辯論時間為4分12秒，超時無需反方應稱正方結辯論開始。我嘅錯會啦，因為錯會俾我度認解考試仲可以用呢個咩？唔係老鬼，4個鐘 prep
若然一陣間有啲咩冒犯嘅嘢嘅話，就唔好意思啦，係咪？呢個件事。望咩啊望？你性騷擾我啊！只要任何言語、任何眼神令到對方覺得唔舒服嘅、被威脅嘅，就係性騷擾。再各位大家好，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前排呢一單有趣嘅新聞咧？好似早排一個着短褲嘅女仔咧，因為唔舒服，所以咧就踎喺搭緊嘅時候就踎咗喺度等落車。然之後個男同學行過咗，因為好奇心望咗眼，於是乎就俾我講咗以上呢一番説話。所以咧，其實我哋見到啊，我睇晒程序之後咧，今日有科同呢個無理處理咧，我根本冇任何分別。喺佢哋嘅立場底下，只要覺得 TikTok 有機會有呢個風險會盜取到、會危害到美國，就需要禁。所以我哋主辯問我哋議員點解，即係我幫人主辯問我哋議員點解呢個 TikTok 要做TikTok 要禁 TikTok，但唔禁埋其他咧？所以咧有分就答唔到。所以呢條結辯位置，我哋可以用兩條問題嚟歸納全場。第一 ，TikTok 對於國家安全有幾大嘅危害？正如我剛同學所講，今日有方全場不斷同我哋講用嘅字眼都係風險，都係有機會會盜取。所以見到啦，李方不停同我哋講話咧，我哋有幾多次嘅中國人有幾多次會曾經去睇過美國嗰啲資料，但有方從來用嘅字眼都係有多次用過，幾多次冇交代過。甚至乎我方問你啦，我方去到時候見到問你話你盜取咗幾多資料咧，對國家危害嘅程度有幾咁嚴重、幾咁大咧？有方自己一個數據都交唔出嚟嘅時候，所以見到啦，原來再嚟講咧就係我方同學同我哋講到，原來你同我講嘅係話有嗰啲官員係俾人查嗰啲美國嘅資料，俾人追查到嘅時候，但原來我方同人講原來佢係未被證實到嘅時候，所以呢啲退一萬步俾你啦。假設如果今日中國嗰個官員真係拎到美國資料嘅時候，咁我想問就係中國嗰個漁農工拎到啫，係咪代表中國政府睇到咧？一點有方冇交代過清楚，所以我哋見到有方連兩隻必然嘅關係都論證唔到嘅時候，呢一點唔成立。所以再講啦，今日有方好着重呢個風險嘅問題，所以我哋嚟睇風險。原來咧今日咧我哋同人講話，原來接到嘅公司間坐喺美國，原來董事局有60%嘅人都係喺美國嘅，都係美國人嘅啫。所以想問啊，你有乜嘢論據可以同我講，就係話美國人會自己出賣自己國家嘅資料咧？呢一樣嘢有方你都交代唔到嘅時候，所以嚟再睇今日有方咧喺結辯同嚟講言論自由，所以我哋見到原來字跳動嘅行政總裁對言論自由，佢自己都同係公開咁樣講過啦，對言論自由嘅本身係唔會造成任何即係唔會有任何審題嘅時候，所以見到今日有方嘅憂慮全部通通都唔存在。所以喺第二，係咪所有嘅風險，係咪所有有風險就要禁咧？我見到啦，今日有方同你講話 TikTok 有風險，佢會咧令到中國嗰啲資料咧，佢會令到美國人嘅資料流咗去中國。但係見到啦，原來同你講話大風向啊嘛，我剛同你自由辯論同你講咗 Facebook 會大風向嘅時候 ，Facebook 點樣大風向啊？就同緊你講話原來2016年嘅總統大選俄羅斯用 Facebook 嚟大風向啊嘛，所以見到原來 Facebook 都做到大風向嘅呢樣嘢嘅時候，所以係咪 Facebook 都要禁咧？甚至乎今日有方同你講喎，喂唔係喎，你 TikTok 你會盜取你，即係佢會有到拎到你嘅地理位置嗰啲，但係同一情況下 WeChat 微信都做到喎，咁所以係咪 WeChat 都要禁咧？所以再講啦，再各位，其實我哋審視翻全場雙方都有個共識，就係大家都希望美國向咗一個好好嘅方向去發展，但係反而今日有方好短視咁去做咗一個選擇，佢就係將自己認為有風險、有危害性、有威脅性嘅嘢就將佢剷除晒，佢命令對方一係賣一係就禁，所以有方咧根本咧就係強加啲莫須有嘅罪名，唔賣就禁，完全違背咗美國一直堅持緊嘅價值，就係民主、自由、權利、機會平等。所以為咗美國可以繼續堅持呢啲佢一直以嚟奉行緊嘅自由，一直奉行緊嘅權利，今日嘅評審成立嗰個位。警方結辯發言時間為3分46秒，冇超時無需扣分。咁首先會先有請翻反方亞瑟書嘅義父去坐翻台上先。咁本場比賽已經發完咗上咗8年，咁想請問對手雙方之教練會唔會發動呢個幫拖咧？會唔會？唔會。好。咁你哋會發動？有想發動嗎？佢會想發動咯。好，但係正方野雞中學發動咗呢個幫拖，所以反方唔係認字。
使輸㗎，冇係輸啊，成日輸㗎啦，你都冇用㗎。咁玩咯，玩唔玩咯？都提醒翻呢個環節係唔會計分嘅，係純粹放鬆嘅啫。點都有錢收㗎。玩咯。你乜手勤嚟㗎？係啊，可以。你攞定講嘅。你坐喺我唔係你坐喺中間。我哋你想邊度打？你打啦，我攰啊！你啱啱開始啊？你啱啱開始。呢首咩手機咩？首先由我宣讀下呢個幫拖賽制嘅呢個賽制先。咁因為佢進入呢個幫拖嘅環節啦，喺幫拖環節當中會先由正方幫拖者作2分鐘嘅首輪發言。咁由於係野雞中學發動嘅，所以你哋開始構成呢個正方啦。咁相較嘅打算就係呢個反方啦。咁你哋會先由正方幫拖者作2分鐘首輪發言，再反方幫拖者回應。咁最後會進入呢個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時間，先由正方發言先嘅。咁最尾會先由反方作2分鐘嘅總結發言，再由正方作結。咁每環節都係都呢個教學內容先用啦，係唔設評分同埋成果嘅。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咁啊就我哋地方開始先，我哋2分鐘發言時間。大家好，我係節節跳動嘅行政總裁啦。我前面咧有3個審查官咧喺度審緊我其實。其實咧好簡單咧，現況底下咧就係我坐喺嗰個廳度咧，就係有1、2、3、4個而家審查緊我啦。就其實我見到就係我而家就係咁同你講，我唔會對言論有任何審查，我就係代表節節跳動本身嗰間公司，同你講緊言論自由呢樣嘢，我唔會妨礙得到。所以就好簡單嘅，我今日同你講咗好多次，中國人睇到，我哋中國員工係睇得到，係我同意。我哋喺呢個審查會自己承認。咁未來好似有方一副出嚟同我講話，而家中國員工俾人炒咗，咁咪睇唔到咯。所以就好簡單一個邏輯就係、中國人睇到係咪真係等同於中國政府睇到咧？其實呢樣嘢唔係一個必然性關係喎。你就係咁同我論證咗一啲中國嘅員工睇到嘅時候，我唔知點解你可以論證到埋中國政府都睇得到，中國政府都有權利審查嘅時候，再睇埋你嗰啲唔知咩審查緊嘅案件啊，就係、例如係一個上緊法庭啦，有個員工控訴，原來中國政府都睇得到嘅。但事實呢樣嘢係咪真係有事實根據咧？原來係冇嘅時候，你要交翻一個真正事實根據，真正中國政府有得睇嘅例子出嚟俾我睇。而我哋今日見到就係有 WeChat、微博呢啲等等都係有問題，都係有機會令到中國政府審查嘅問題嘅時候，點解佢哋仍然會喺美國存在嘅啫？所以我再同你跳入翻俄羅斯嗰個立場嚟睇下，就係、俄羅斯總統大選嗰樣嘢，就係、Facebook 俾人干預啊嘛。係的而且確節節跳動，你講到話可以喺後台篡改數據，但係今日原來節節跳動逐行政中長嚟講唔會啦，唔會再有任何言論審查嘅時候，你呢個論點不攻自破。再同你睇俄羅斯嘅時候，就會發現原來今日俄羅斯呢個例子咧，可以象徵咗啲咩？就係、所有嘅社交媒體、所有嘅社交平台都有機會喺呢個嘅所有機會情況下，都有機會俾人帶風向嘅時候，所以有冇要論證嘅係要所有社交媒體都有帶風向呢樣嘢存在嘅情況底下，係咪所有社交媒體都需要被禁止咧？多謝各位。咁而家有請反方幫拖者做個示範，有2分鐘發言時間。大家好，都相信3位評判聽到悶啦，咁我就唔講咁多。其實我覺得我方今日咧結辯咧，佢已經差唔多清晒啲嘢，不過唔緊要，有2樣嘢我想講嘅。第一，我方嘅第一個論點公平競爭，係啦，唔知有冇記唔記得我方議會講咗 Grindr 嗰個例子咧？就係、原來咧有一間中國嘅公司咧，佢就想喺美國度買 Grindr 翻嚟，而美國政府係唔俾。我哋先學是原來美國政府仲有好多唔同嘅市場政策，會因應佢嘅市場，會因應國家安全呢一啲唔同嘅原因而去禁止唔同嘅公司或者唔同嘅國家去做一啲做一啲市場上嘅一啲貿易嘅時候，我就唔明白啦，點解公平競爭係必定凌駕於呢個國家安全？而呢點有溫和其實去到後場都已經退咗㗎啦。所以我哋講完呢一點，講第二點就係破壞外交關係。其實今日有一份料我方無出到，就係原來咧華盛頓郵報係報咗咧，中國政府其實佢係有意唔想將呢一個事情上升至政治層面，而係想喺經濟層面解決佢，即係話其實中國佢都唔想同美國破壞外交關係，反而想懶就靜喺台上面傾飲杯茶，慢慢解決呢個 TikTok 嘅問題就搞掂啦。相信我同學啦，你而家2個論點都搞唔掂嘅時候，請問你有啲乜嘢依據嚟贏我方咧？多謝各位。自由辯論環節。
作為阿田，你今日講個國家安全要凌駕公平競爭之上啦，你舉出嗰個例子咧，都係影響緊公平競爭。所以先講一點就係你係影響緊公平競爭一點。所以我今日再同你跳入你立場睇國家安全可唔可以凌駕呢個公平競爭，先要睇嘅就係字節跳動係咪真係有危害到國家安全，你要論證一嘢。我哋就係論證咗佢中國政府搞後台數據，所以今日有乜嘢論證？其他國家政府唔會搞佢個後台數據啊嘛，佢哋先可以論證到呢樣嘢啊嘛。所以我同你講咗，字節跳動唔會搞後台數據變成嘅成立。我今日同你講，字節總裁嘅行政總員喺個聽證會必須要講事實嘅聽證會同你講，唔會撐嗰個時候，點解仲有？大佬，我陣間殺你，我唔通同你講我去殺你啊？唔通你真係咁乖同你講，我唔會俾啲資料中國政府？我同你係咪真係咁單純？你中六嘅喎？我中四嘅小弟。呢樣嘢其實都係有方法估嘅啫，即係其實你都係估，我又係估。我聽到佢親口咁講嘅時候，你嗰個估有可信性啲，我嗰個估有可信性啲啊！咁我講中國啊，你以為咩國家嚟㗎？讀緊嘅嘢。而我方絕對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一個偉大嘅國家，而喺現況底下，字節跳動行政總裁自己親口承認，你嗰啲全部都係猜測嘅時候，邊個有可信性啲？你答翻我。我相信有可信，不過我相信在座各位都係心裏面都會覺得你有可能唔係 sorry，有可能係覺得在座各位都會信你嘅講法先。唔係我方相信先咯，即係我作為政府，我聽到佢咁講嘅時候，我哋梗係相信啦，即係佢真啊，同埋嗰個人咧係新加坡人嚟嘅行政院長，所以因為同你講佢唔係代表中國，佢就係代表字節跳動呢一間公司嘅時候，佢係唔會猜嗰後台數據，你同佢第三次嘅問題。係，我同學交問料俾你啦，有30%嘅美國人咧相信咧字節跳動咧係唔會攞佢哋資料，咁所以有同學剩得個70%係咪就應該被關注咧？可能有70%係嗰70%，可能有部分人都係冇意見咧，所以好簡單同你講咗啦，你至少有30%人同意，我再喺事實層面同你講，佢唔會撐講，所以你冇反駁到我呢一句語嚟嘅時候，再問有冇第二點啦，就係你今日講到話啲國家安全好重要，咁就問你啦，中國人可唔可以入嚟美國啊？中國人可以入嚟美國啊？中國人都有機會做間諜喎，點解可以入嚟美國啊？依照你有風險就需要禁嘅立場嚟睇。唔係，嗰啲有方係中國人，如果曾經做過間諜，咁梗係入唔到美國啦。好似 TikTok 咁樣 ，TikTok 就係曾經有員工去盜取過美國嘅資料，咁所以 TikTok 係唔會喺美國報應喎。認我咯。你又知佢做過間諜，邊有放你咁犀利嘅？唔係我同你有數據同你講話，中國係如有員工係已經盜取過美國 TikTok 嘅資料，所以美國人唔應該落台。我同緊你講係有風險呢樣嘢，你知唔知道中國人有做過間諜先？所以你嘅立場底下，係咪所有有風險嘅嘢都需要禁？首先，中國人的確係有做過間諜，俾人拉埋先咯。喂，咁我知有啲中國人有做過，咁大部分中國人都冇做過，但係佢有機會危害國家安全，係咪都要禁？咁你睇下風險大定唔大啊嘛？咁美國佢有好多唔同中國公司咯，不過我哋就係見到 TikTok 有先例，佢嘅風險大，因為 TikTok 不嬲就係做開呢啲咁樣嘅資料運輸嘅問題，我哋咪禁。咁何止你話真係唔係個個人都曾經做過間諜，但係做過間諜嗰啲人亦都美國啦，所以有方你啱啱講嗰個例子，一副自己出嚟同我哋講嗰個員工已經俾人炒咗啦，咁所以咪證明咗字節跳動根本就唔會允許呢啲事出現喺佢間公司度咯。所以有班同學咧係咪要等佢偷咗幾次，跟住就拉咗幾次咁樣？係咪中國員工睇到就等同於中國政府睇到必然關係？邊人你論證下？你覺得點解中國員工要睇啊？唔係咁都唔係啦，大前提係嗰個員工佢係用咩途徑睇啲合法定非法先？但係我哋而家去睇啊，佢俾人炒咗咪非法途徑嘅話，咁會俾人炒咗咪俾人炒咗咯。所以現況底下，佢嘅必然關係邊？你問你第二次，你論證下先。所以我都係答唔到點解去睇，好簡單，大家撕穿嗰張紙啦，去睇咪信俾中國政府睇咯。有個同學咁簡單，你都唔係。你都係估嘅啫，喺你嘅立場底下，我就係同你講，你冇個必然關係喎。咁有班同學咁佢睇咗，然之後你係咪要繼續俾更加多人睇，繼續拉更加多人先？唔係好簡單問翻一個問題，因為後台數據，我想知即係譬如話，我要今日睇下呢個人喺度封鎖邊個，我係處理佢封鎖，我係負責審核佢唔同嗰啲舉報行為嘅，咁我係咪會睇到啲資料？睇到啲資料有冇問題？睇到冇問題，但係我唔可以將呢啲資料全部擺晒俾中國政府咯。係啦，咁所以今日咧，有方咧唔係論證就咧，佢會話俾中國知，而係咧今日有方咧嚟論證一樣嘢咧，就係我方首先論證咗，就係今日一個員工睇到係可以合法情況、合理情況睇到情況下，所以第二點，第一合理，第二就係有方咧都論證唔到，佢會俾中國知道嘅時候，想問有方有咩問題？所以咪合法點會俾人拉嘅？唔係個問題就在於你嗰個係非法審查嘛，可能佢保和平下先會俾人炒咗嘛，所以再問，所以必然關係你都論證唔到。再問有冇第三條問題啦？國家對立呢樣嘢我唔睇漫畫啦，淨係睇中國網民打交嘅時候，多謝各位。反方寫係即係講翻24。可以。嗱，仲有啦，今日有方講到咧，中國同美國一直係關係好差嘅，唔係。我方
方見到咧，呢排見到小紅書嘅中國同美國嘅網民咧，上面傾偈得好開心。即係咧，我哋絕對唔可以講到中美關係其實唔差嘅方，甚至乎咧，因為我方嘅幫拖者咧都同大家講咗話咧，中國係想喺台面底飲茶咁去解決成件事嘅時候咧，所以唔明白，所以咧唔明白點解我哋會講到咧雙方咁激進。即係喺第一方面嘅第一個論點，你同我哋講話公平競爭，但係好簡單一個問題。例如今日咧，我想同有方面你公平競爭，但係今日我病咗嘅時候，咁唔係今日我病咗，我會危害呢一個垃圾中意嘅安全嘅時候，咁我應唔應該喺台上面繼續打咧？雖然我而家冇病嘅係，咁跟住雖然有飲，但係最後就係好關鍵嘅位就係咧，一陣間去結語嘅時候咧，你唔好再講咁多危害國家安全嘅嘢，多謝各位。咁就雙方呢個精彩嘅 3D 環節啦，咁都聲明下呢個以上係個人立場，係不涉呢個本會立場。本人嘅呢個國安法絕對係 get pass 嘅。好啦，咁而家會先有請個反方多謝作評啦，喺個梁家樂教授嘅呢個例子。點解 WeChat 同埋微博唔使嘅？其實我都唔知，我都啱啱過嚟嘅。大家好，幻想下咧，你今日咧喺呢個TikTok 上面睇緊一條片咧，你啱啱你自己拍咗條片上去，然後其實唔單止係世界上面千萬個觀眾睇緊你，仲有習近平對眼睇緊你喎。各位大家好啦，咁同係咪上呢一件事合發生咧？今日有個同學咧，佢咧就係幻得咗一個好美想嘅童話角度。一個好美化嘅童話嘅角度咧，就係原來咧頭先所謂嗰個中國嘅員工去睇你嘅資料咧，佢只係俾自己上嚟滿足自己嘅慾望嘅啫喎，嗰啲資料原來真係俾自己睇嘅。但係在各位，我哋真係用下自己個腦諗下，佢唔通真係俾自己睇咩？佢自己睇梗係有目的㗎啦。有冇同唔好想象到個個都係咁得盡？你唔好諗住真係到時候佢哋偷咗呢啲資料，導致個國家有危機嘅時候先嚟撳喎。因為我哋就係要防患於未然啊嘛，就係見到有呢一個風險咁大嘅時候，咁樣同埋你自己都知道，我哋係會禁止嗰啲做過間諜嘅人入美國㗎嘛，就係見到佢而家 TikTok 係曾經有差唔多做到間諜呢一個風險存在啦，我哋咪禁佢咯。所以其實頭先咧呢一個 3D 環節，我哋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有位同學咧，佢好中意咧打甩我哋嘅戰場，佢好中意打甩我哋。有位同學你第二個論點嘅戰場，因為有位同學你都知，你哋個論點係企唔住㗎嘛。我頭先都講咗啦，原來華盛頓日報都係話中國政府係想和平解決呢單嘢嘅，甚至將來會嚟講啊，就算係美國上交戶咁係點先？其實美國同中國不嬲都佢哋關係惡劣咗10幾廿年，佢哋都唔想搞好個關係㗎啦。佢哋每次嗰啲咁嘅外交關係會都係話你危害國家安全講咗10幾廿萬次咯喎，我就唔相信你今次一個 TikTok 想導致佢國家安全真係有咁嚴重啦。所以有位同學第二個論點都係講唔過去嘅。翻嚟睇翻第一個論點公平競爭，其實有位同學你都係打得咗嘅。所以今日有位同學嘅策略係啲乜嘢咧？就係你根本就冇防守過自己嘅論點，淨係喺度攻我方嘅論點啫嘛。而反而你今日公平競爭講到去最尾，點解係凌駕於呢一個國家安全嘅時候，你已經講唔過去嘅時候，你係咪真係願意俾嗰啲咁嘅中國人拎住嗰幾把匕首入美國去做間諜咧？都唔該。做得好啦，咁首先就聲明一點先，呢個國安問題啦非常重要嘅。咁頭先咧有方咧仲同我哋講話咩咧？習近平總書記習近平先生主理係咧，會睇抖音，咁冇問題嘅。我方當然俾佢睇抖音啦，你想睇幾多次都得，你想睇抖音地方冇問題。嗱，不過我哋從來冇話過佢可以睇到後台數據啊嘛，方樂。咁所以咧，我哋要拆緊呢個辯題啦，我哋睇呢個資訊安全問題咧，係分幾步嚟睇。第一步就係今日究竟嗰啲中國員工係咪睇得到呢個平台嘅數據？咁我哋一個平台嘅數據，如果一個員工係負責運營嘅時候，佢睇到後台數據有咩問題咧？咁假設真係存在有翻所謂嗰啲偷嗰啲數據嘅人咧，咁所以嗰啲非法取得數據嘅，咪已經俾人炒咗咯。咁其餘嗰啲睇得到嘅，咁根本上冇問題喎。例如我今日咧，好似頭先嗰個例子咁樣，我係負責睇一個人咧唔公開嘅，但係佢 block 咗邊個人嘅，我講英文咧。去封鎖邊個人嘅，咁呢個係唔公開嘅數據，但
但我睇到係冇問題咁有分同學。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作為一個後台工作嘅員工嘅時候，我哋睇到佢一啲隱藏嘅資料，究竟有咩問題咧？咁所以咧，有翻第一步呢點講唔過去，再去第二步，大步退一步立場啦。今日咧就再睇我哋真係當緊啲員工咧可以攞到呢啲數據嘅時候，咁究竟佢係咪一定可以去俾中國政府知道呢啲咁嘅數據咧？咁所以咧，今日我方咧全場同你講咗乜嘢啊？就話原來佢哋董事會咧60%咧係美國人，原來咧個主席咧又係一個新加坡人嘅時候，咁所以佢哋係咪真係會咁為中國利益着想而去出賣自己嘅國家或者出賣呢間公司咧？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唯一嘅一個所謂嘅前員工，佢同我哋講乜嘢啊？原來咧佢哋去訴訟咧，到而家都未勝訴嘅時候，所以我哋見到根本上就唔存在有乜所謂呢個員工去攞完資料之後，一定會話俾政府聽呢樣嘢啊嘛。咁所以咧呢點咧，我哋根本上唔存在。所以今日咧，我哋見到原來資訊安全嘅問題唔存在嘅時候，所以咪再討論翻我方兩個論點咯。第一個論點原來咧妨礙嘅呢個公平貿易，第二個論點原來同我哋講話咧妨礙貿易之餘咧仲有咩唔記得咗，但都唔緊要。好，幫拖環節咁多謝雙方嘅精彩表演啦。咁本場比賽已經完成咗所有環節，已經完成咗所有環節，咁而家有請呢個評判級別對手雙方評語。咁首先會先有請呢個順德聯誼總會謝課出民眾嘅教練林少峰先生。好啦，咁我簡短少少，我諗大家都攰嘅。咁就幾個戰場去睇嘅話咧，首先第一個就係偷資料個戰場啦。其實我聽到有少少迷嘅，即係我覺得因為雙方講嘅咧都有啲係令我聽得唔係好舒服嘅地方啦。即係首先第一，正方講話，資料真係偷咗中國員工拎到資料就唔等於國家拎到資料。咁但係咧因為反方嘅説法就係一個非公開嘅資料啦。咁但係我又唔知道非公開嘅資料到底係你哋所講嘅後台數據咧，定係咩數據咧？咁即係嗰個資料係suppose員工應該要睇到嘅。咁然後你哋後場就話，咁員工睇到其實唔緊要，因為佢係可能就係後期嗰個人。咁但係佢跟住你哋又講你哋都話佢又俾人炒咗喎。咁所以到底呢啲資料佢應唔應該睇，或者係一個幾大嘅風險咯？因為就算如果呢啲資料係真係個員工唔應該睇嘅，咁就算唔係中國政府睇到，都應該係一個問題，係啦。即係我就會係，但係呢個因為反方咧就冇點樣去到任何即係講話淨係員工睇到，中國政府睇唔到，所以唔係問題。就住呢個位咧，好似就冇做好多嘅攻擊，咁所以就呢個位置我會係咯，即係我自己唔係好 buy 會即係個分庭係喺正方嗰邊嘅。咁至於第二個位置就係咧，反方其實講話即係偷資料呢件事，或者係個風險呢件事嘅時候咧，你全場係講風險啦，跟住你好似俾人哋好壓住打，因為好似冇好多偷資料嘅情況出現喎。咁但係即係首先即係啱個位啦，員工偷資料其實都係偷資料，即係員工睇到一啲佢唔應該睇到嘅資料。係啦。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其實即係有陣時唔係嗰件事發生咗，嗰個先係問題㗎嘛。或者我哋有陣時講自由咁樣，有一種自由叫做免於恐懼嘅自由。就係我唔應該要無啦啦驚你去到有權利隨時攞我嘅資料啊嘛。所以個重點應該係，即係其實我都覺得聽唔明嘅，就係到底 TikTok 佢係特別高風險定係點樣咧？即係咪佢個機制出現咗問題咧？係啦，咁如果係個機制出現咗問題，而令到咧佢係可以有權拎你資料，只不過呢件事可能未去到員工以外嘅層面發生啫。咁呢個你哋都應該係可以講成一個問題。因為唔係真係要講緊話咩大型好似 DeepSeek 咁樣百幾萬資料流出先至叫做一個問題，係咁就第二樣嘢啦，控制言論啦咁樣有機會違反國安法嗰度，其實我唔係好我呢個咧我亦都唔係好明嘅，係啦，即係你話TikTok 禁嗰啲6.4天安門嗰啲係好正常，因為佢會有機會違反國安法。咁我又唔係好明，即係係因為 TikTok 會違反國安法啦，但係 post 嗰樣會違反國安法啊，因為我唔知係咪阿孫我哋會玩好多啊，所以我真係唔明白個玩個機制係點樣嘅。咁但係就即係到底以後咁，因為會擔心嗰個人犯國安法，但我又唔知嗰個人係邊個，咁然後所以就會唔俾睇呢啲，就唔俾呢啲資訊即係出嚟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
好有說服力嘅解釋咧，即係至少我聽唔明，所以我判斷唔到係好有說服力。但係反方喺呢個位置咧，要去到結辯嘅時候，先至係真係做到一啲清嘅位。咁樣想就我會覺得前場我就會係喺正方嗰邊個分數高少少。尤其是因為咧，我覺得反主其實做咗個幾好嘅功夫啦，就係去到做咗好多反駁啦。咁但係變相去到反方一負嘅時候咧，就好多嘢同反主好重複。咁所以如果要做呢種形式嘅話咧，因為我自己俾分，我會比較個判準，我會比較喜歡唔同嘅位置有唔同嘅推進，係啦，即係包括主線上面，係啦，包括可能係資料上面嘅補充，或者係就上你嘅回應再去回應諸如此類。咁但係因為未有好嘅推進嘅時候，咁但係係啦，即係我就俾唔到一個好高嘅位置。咁去到二副嘅時候好少少，係啦，咁但係二副我都有啲反駁位係我就住咁樣嘅感覺，咁樣所以即係我自己俾分嗰下，即係有啲話我係咪唔好肯定啱唔啱咁樣。咁但係 anyway 咁係啦，但係我覺得去到自由辯論又真係結辯嘅時候就反方會追翻上嚟多少少，係咁但係前面嘅時候就可能就係嗰啲戰場或者係一啲佢對方未解釋得好清楚嘅，因為我覺得應該要攻擊嘅位置你冇攻擊，咁就個分數就停留咗喺正方嗰邊。就係，thank you。多謝林先好多謝林先生嘅呢個評語。咁接下嚟有請呢個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辯論隊前隊長胡漢江先生。大家好，咁我就先講一講個主戰嘅嗰個評價啦，雙方嘅主戰啦。咁其實咧大致都冇問題，以幾個鐘頭嚟準備嘅情況下啦。咁其實都好多資料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就係不論係正方係反方咧，呢個標準同埋嗰個論點之間咧，好似有時有少少嘅嘈交啦。例如啦，正方嘅標準咧就係話有冇一個合理嘅理由啦。咁我諗合理嘅理由就係話呢個法令係咪可以係咪解決到啲而家有嘅問題啦？又或者係因為呢樣嘢係唔合理嘅，咁所以要做啦。咁但係第二個方係講外交關係喎咁樣。咁即係如果我作為反方，我都會質疑啦，係咪一個會影響到外交關係嘅一個政策就係唔應該去做咧？因為你都會講啦，話而家中美關係好特殊㗎嘛，佢哋好多衝突咁樣。咁其實唔單止係 TikTok 呢個法令㗎，即係好多法令都可以令到中國唔開心嘅。係啦，咁係咪呢啲政策都唔應該做咧？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標準咧係會有少少奇怪啦。咁但係係咯，即係會同我合理理由好似有少少唔好夾咁樣咯。咁而且啦，去到反方嗰方面啦，咁就講到話係最緊要嗰個標準咧，就係會唔會損害到呢個國家安全。咁但係我就覺得你國家安全你要定義清楚先喎。咁譬如你第二講資訊自由流通，咁呢個係其實根據你嘅講法，咁係咪即係資訊自由流通呢個係一個國家安全嚟嘅咧？係啦，咁但係我又唔知道你點樣定義國家安全喎咁樣。咁所以會唔會其實不論係正方所講嘅外交關係，又或者反方所講嘅資訊自由流通，都係可以講嘅，但係好似同個標準又硬係好似有少少衝突咁樣咯，即係唔係話超格咯咁樣。而反而咧，我覺得你哋講咗好多資料啦，但係有時一啲你哋嘅好強嘅位咧，又或者對方係有瑕疵嘅位咧，你冇真係回應到啦。例如呢個正方咧，其實你開頭都會講到啦，你呢個 TikTok 同抖音係有分別㗎嘛，佢唔係完全係抖音嚟㗎嘛，因為佢係有美國server係咪？有美國嘅工程師咁樣。咁當反方係咁質疑你啦，就話呢個會危害到呢個用戶嘅私隱嘅時候，咁其實你係咪應該可以早少少嘅時候強調多啲呢一點咧？係啦，跟住而反方啦，亦都會講到啦，就係有一個中呢個反方一個位咧，我覺得其實政府係可以特別針對翻。譬如佢舉咧加拿大呢個例子，佢話加拿大都會禁到呢個政府嘅設備，咁但係咁我唔好喺政府嗰度用咯，點解一定咁唔一定要禁㗎？即係加拿大都冇話要禁佢啊，即係佢只不過係喺政府唔用啫嘛，咁民間都可以繼續用㗎。咁點解唔係從呢個方向去諗咧？咁而另一方面啦，就話不賣就禁，咁正方你講唔應該啦。咁會唔會其實可能有另一個方向啦？就係、你反方你可能有另一個方向去講啦。咁會唔會其實不賣就禁都係一個都唔係話會令到TikTok 冇咗㗎嘛？咁佢賣咗俾其他
公司嘅話，咁我繼續營運咯，咁我唔會有呢、個佢標動會用唔到咯咁樣。咁但係而家就變咗係好似變咗條辯題就係美國唔應該禁止 TikTok 咁但係你而家係不賣就禁啊嘛，咁所以係有分別嘅。咁而另一點就係你都不斷好多時都係不斷 loop 嗰一啲嘅觀點啦，不論係雙方都係其實，不論係喺台上啦，抑或係去到台下發問嘅時候咧，好似譬如正方咧，你台下發問咧就會係咁講啦，有咩實質嘅證據去講啊TikTok 係真係出賣咗用戶嘅資料喎，咁其實我覺得呢啲應該早就唔好再拗咁耐啦，即係咁就係冇實質嘅證據啦嘛，咁做咩去到仲來糾纏咧？你都知道佢一定會回應你話唔係冇實質嘅，但係有風險咁樣，咁你都知道你一定係會繼續咁樣拗落去嘅時候，咁不如就早啲拆橋就走人啦，係啊，咁係咯，即係亦都反方咧有一個台上答嘅時候咧，有一個位係好突兀嘅。你答第一條嘅時候，你話我哋無需要回應咧呢一啲嘢，咁呢個咧係我覺得要特別留意嘅。雖然你覺得佢呢個問題咧係問得好差都好咧，我覺得你都要執一執嘅，就唔好話我哋係無需要論證呢樣嘢嘅，係啦，你兜一兜都好啦，係啦，你可能略回應下佢，跟住之後轉翻嚟呢條拉都好，係啦，咁主要就係咁樣啦，唔該晒。香港中文大學語言辯論嘅前輩啦，我都明白到啦，大家臨考時間咧係都好辛苦啦，但係我覺得咧都有一啲基本嘅嘢咧係需要做得好啲，尤其係資料運用方面啦。因為我覺得咧，其實我聽咗咁耐咧，我都唔太清楚咁呢個不買就禁嘅法令，實際上佢係做緊啲咩？甚至你哋竟然對佢自由點解仲拗緊？而家呢一刻究竟佢係咪禁咗？呢一啲非常基本嘅背景資料唔應該係雙方都共唔清楚。咁而我相信4個鐘時間應該至少你第一樣嘢都揾下佢而家係咪禁咗先啦，係咪？我唔明點解雙方會竟然話唔到俾我聽究竟佢係咪而家禁咗啦？咁而我嘅理解係咧，其實美國針對呢個 TikTok 呢個法令咧，其實佢已經係有做過唔少嘅訴訟啦。而最近呢個 Supreme Court 咧，佢都應該出咗嗰份 judgment 咧，去講點解呢個法令係 OK 或者唔 OK，究竟合唔合乎呢一個 constitution 啦。但係你哋雙方咧都冇引用過呢一份判詞嘅任何一樣嘢啦，甚至冇提過呢一份判詞嘅出現啦。咁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可惜嘅，因為呢一份咧，無論正方定對正方定反方都好咧，都係一份都幾有用嘅資料啦。裏面有好多，無論你哋係正方所講嘅嗰啲資料，其實可能未必即係嗰啲國家安全嘅問題啊，或者一啲外交問題啊、資料嘅泄漏問題，全部啲判詞都有分析過，亦都有去嘗試用一個政府嘅法會有交代，佢覺得一個政府都以一個乜嘢態度去審視呢一條咁嘅禁令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係你哋需要引用嘅資料。咁而我啱啱好翻睇咗嗰個 judgment 啦，佢係9-0咁去判咗話呢一個法令咧係 OK 係應該要繼續做嘅。咁而所以佢先會有呢個咁樣嘅法令出現啦。咁而嗰一個法官咧，嗰啲法官係點樣講咧？佢就話係因為 due to the scale and accessibility of 呢一個 TikTok， 即係講基於呢一個佢規模啦，以及佢呢個泄露資料嘅可疑嘅即係一個風險程度啦，所以佢覺得咧對住 TikTok 係有一個特殊嘅對待。咁而我諗呢樣嘢咧，其實應該係反方係非常之有用嘅嘢啦。因為其實個法庭就話俾你聽，喺標準上面，我哋審視一個禁令嘅時候，就應該要由規模以及佢呢個風險兩方面去出發啊嘛。所以當你交代到呢個標準嘅時候，我先可以理解到點解你哋一直以嚟講成場嘅國家安全要凌駕於你嘅其他嗰啲公平競爭嘅呢個問題啊嘛。如果唔係嘅話，你單純去講呢個概念咧，你根本冇交代過你叫背後標準嘅合理性，亦都冇交代過點解我要順從你嘅標準，咁我係冇辦法去俾到好高分你哋。咁同你啦，對於正方而言，點解我哋唔應該行呢個 TikTok 嘅禁令咧？其實我覺得你哋今日講緊嘅嘢咧，其實係有少少嘅鬼線嘅，即係我覺得你哋打嘅嘢係打緊不賣啦，唔係打緊就禁啦。你由頭到尾只係反對佢賣你，點解佢唔可以賣俾中國？你哋其實冇反對過佢哋賣俾其他國家，亦都冇反對過佢禁止呢樣嘢。你只不過好唔妥嘅係，喂，點解你唯獨唔俾賣俾中國啊？你歧視中國啊？你而家其實基本上你成條 line 打緊呢樣嘢啫嘛。咁我覺得係略為我明你哋想打啲乜嘢，但係我覺得呢一條線有啲太過離地啦，同埋有啲窄。因為你哋如果假如打呢樣嘢嘅話，你哋最尾只會變咗打嘅一個概念就係美國唔應該歧視中國咯。
咁我就覺得係一個非常之難守住嘅戰場，尤其係一個非常之長嘅賽制。我諗你哋去到後邊，其實你都 feel 到咧，你開始不斷喺度問對面 alternative，因為你哋可能呢個先係你自己都 feel 到其實呢個比較強嘅位，因為對面認唔到嘛。點解我哋唔可以撳 Facebook？ 點解我哋唔可以撳 WeChat？ 淨係撳 TikTok？ 你係咁去打呢樣嘢。其實你哋背後真正想表達嗰樣嘢，其實你係想表達，因為撳呢樣嘢，或者因為你逼佢買咗呢樣嘢係冇用，係禁之不絕啊嘛。我撳咗一個 TikTok， 下一個 Facebook， 咁佢又成咗呢個規模，係咪我 ban 埋 Facebook 啊？我 ban 咗 Facebook 係咪下一個我 ban 埋 YouTube 啊？你冇可能咁樣 ban 晒佢，一路去 ban 落去噶嘛。呢個先係你哋想表達嘅 concept 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你哋今日太過 focus 落話係咁去打呢個所謂歧視呢一個問題啦，不斷喺度問佢，喂，點解你唔可以淨係賣俾中國？而基於呢個所謂嘅歧視，你哋就衍生咗兩個外交啦，同埋呢個公平競爭呢兩個 point 啦。但係我覺得你哋苦心自問咧，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好拗嘅 point，你自己都識講啦。呢兩樣嘢係無法量化㗎嘛，你哋都自己都識講，其實有好多嘢都可以係因為佢有其他考慮因素，而呢兩樣嘢唔係一樣絕對凌駕於其他因素嘅一個原因嚟㗎嘛。所以我覺得你哋喺設立主線上咧，我覺得你哋同樣地應該要考慮下點解我哋唔應該去撳咗呢樣嘢嘅合理性，而唔係純粹去同我講話佢唔應該就係唔賣俾中國咯。係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對於正方主線上面，我覺得係一個其實都相對大嘅漏洞嚟。咁但係反方都冇質疑過，反方一開始就跳咗入去面打，唔應該去禁止佢啦。你根本冇聽清楚佢對面講啲乜嘢啦。sorry 唔好意思，我講得可能有啲嚴苛，係啊，但係我係希望大家學嘅，唔好意思啊。係咁咧去到反方啦，我覺得你哋咧，其實你哋同樣地，你哋頭先我前都有講，你哋唔單止冇按照個你冇因呢個官字主帶問題，係我唔清楚究竟你哋個標準係乜嘢，我唔清楚點解你哋覺得一樣危害國家安全嘅就需要禁。正如正方都質疑咗你好多次，係咁我問你哋係咪逢係有風險嘅就要禁咧？咁我覺得你哋其實嘅答案係你哋覺得只要有風險就應該 ban 晒佢，但係你哋都係嗰句啦，苦心自問呢樣嘢合唔合理咧？我哋冇可能係咁極端地，只要即係踩咗呢一樣嘢，我哋就即刻要 ban 咗佢啊嘛。所以都係情報有深淺，我哋係因應佢嗰樣嘢嘅本質，或者因應佢嗰樣嘢嘅情況，再決定禁唔禁嗰樣嘢噶嘛。正如你哋自己義父都有提出例子啦，其實可能唔知中國定美國之前都有行過一啲類似嘅政策，佢背後一定有一個考慮嘅因素㗎。佢唔係因為中國人國家安全就 ban 咗佢啦，佢一定有稱過利弊，稱過點解。咁點解咧？背後個標準係乜嘢咧？我完全聽唔到。咁所以所以我喺雙方嘅比分上面咧，我同以前面評判所講啦，我覺得一開始咧係正方相對佔優，因為正方一開始都有問咗好多資料上嘅問題啦，我覺得呢啲質疑一次係 OK，但係去到後面都只係得呢一個質疑咧，根本好無聊嘅，因為你一直都冇落到結論，你冇講到話到俾我聽緊，其實質疑對面資料係想做啲乜嘢。而去到反方，我覺得去到二課開始提出到嗰個 ground 例子啦，亦都開始喺後面有執到關於我覺得你開始捉得翻你嗰條線嘅重點就係嗰個睇下先 ，sorry 啊，就係嗰個關於點解我哋應該要去點解我哋應該係啦，我覺得好重要一句就係你當你見到一個咁明顯嘅風險嘅時候，你冇理由一個風險爆發咗啦，個泡沫爆破咗啦，然後你出去禁止嘛，因為嗰陣時已經有一個好大嘅 concept 出現咗啦嘛，所以我哋應該預防性啲治療。咁我呢個係你哋嗰條線都相對上重點嘅嘢，你都有喺度後場先相對上 pick up 到呢樣嘢。所以比分上咧我係比得非常非常之接近。個原因唔係因為你哋都拗得好接近啦，而係我覺得你哋兩邊咧都有一啲好大嘅漏洞，但係兩邊都完全冇回應過，都冇 defend 過，咁就令到我喺比分上有啲難判斷緊邊講得好啲，或者邊係成功完嗰個戰場。咁我好快咁 comment 一次啱啱我啱提過你哋啲戰場上我個判準係乜嘢啦？我覺得第一啦，就係個資料運用、資料泄漏方面咧，我覺得雖然正方不斷喺度質疑裏邊，喂，其實你都噏唔到一啲實際資料泄漏咗嘅 case， 但係我覺得係對於反方嚟講咧係一個好難論證嘅嘢啦，因為始終呢一啲係如果就算佢真係我當佢真係主動俾晒啲資料俾中國政府啦，冇理由中國政府跳出嚟話，我攞晒你嗰啲資料啦，耶咁啊冇理由㗎嘛，冇可能㗎嘛，咁所以呢樣嘢反方根本冇可能論證到，但係所以我對於反方嘅要求只係佢要同我講到點解佢攞得到，或者佢有好高嘅情況風險，咁就已經足夠。所以你哋今日不斷去嘗試質疑對面根本冇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個立場嘅太遲。我覺得我寧願你哋去質疑下，我寧願你哋褪下一步，可唔可以用其他反方嘅代替咧？例如你哋自己其實主編都有一個類似例子，你咁唔滿意、咁驚佢泄漏資料嘅話，咁我咪淨係 ban 晒政府機構唔好用咯。咁政府啲資料最機密最重要啊嘛，咁我政府全部都唔用啦，咁其他市民咪繼續用咯，咁有咩問題咧？咁所以我覺得未必需要打到話所有嘢都要 ban 晒咯，係程度上嘅問題嚟㗎嘛。所以我呢個就係啲資料戰場上嘅判斷啦。咁
咁去到嗰個外交問題上嘅判斷咧，雖然反方係咁喺度不斷喺度問對面有冇啲咩實際例子啊，但係同樣嘅，我對於頭先資料戰場嘅判斷同樣一樣嘢咧，就係根本好難論證呢樣嘢。而我覺得喺邏輯上咧，你係冇可能反對到會影響到外交關係噶嘛，呢樣嘢係唔 make sense 噶嘛。但係我覺得你哋今日嘅立場係已經嘗試企到話，佢根本冇影響到外國關係，或者佢本身都係差㗎啦，咁佢差咗咁都冇所謂啦，完全係冇影響嘅。我覺得你哋都係個立場嘅太過極端啦。我覺得你唔需要去打，唔需要否定晒對面所有對於外交上嘅影響。我覺得你自己係需要去同佢探討嘅係，同佢講下究竟係咪任何反而都問翻佢，係咪任何影響外交嘅嘢，我哋都應該唔即係我哋都應該無限咁遷就中國咧？係咪中國我即使去打冚咗美國幾巴啦，我覺得因為外交關係，我唔想同你交互啊，我就你啦，咁都冇理由㗎嘛。所以我覺得反方真正嘅質疑係問對面個標準啊，到底影響到外交乜嘢，或者做咗啲乜嘢先至需要去要做呢個不買唔應先可以去禁止。我呢個先係反方需要質疑啦，喺呢個戰場上面。係啦，咁然後最後啊，其實都冇最後啦。最後就關於個標準問題，我覺得雙方都冇好清楚交代到，對呢個政策乜嘢先要禁止嗱，即係無論係佢要考慮啲咩因素啦，呢個政府我哋點樣先可以限制一個人嘅權利啦，完全係冇乜點樣交代到。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最尾嘅總結就係，我覺得辯論上有相關進步啦，但其實我覺得雙方喺4個鐘裏面都相對係，我都見到你哋嘅熱誠。盡力都見到你哋辯論，其實嘅辯論技巧都唔錯，咁所以就係大家可以繼續進步，但係都唔好灰心，加油！咁而家會宣讀本場雙方完成嘅呢個任務成就同埋打分啦。首先正方野雞中學咧完成咗天意啦，佢哋嘅電話係抽出嚟嘅。咁同時佢哋二副係冇用到卡，所以用到空手變啦。佢哋一副係完成咗卡啦。咁同時咧佢哋都完成咗人人有份，佢哋嘅台下答辯嘅電話係冇重複到啦，同埋乜落空去呼籲每人講過即3次以上嘅嘢啦。咁同時間佢哋都完成咗呢個我愛賽會啦。咁反方馬沙書院就完成咗呢個消理時間，佢係 3D 嘅環節咧，佢哋嘅所剩時間係7分鐘1分鐘，所以佢係用咗呢個消理時間。咁我愛賽會方面，佢哋係主辯同埋二副有完成到呢個我愛賽會啦，但係應該係一副係冇做到嘅。好。咁而家會再宣讀埋呢個本場嘅自由辯論嘅結果。今場自由辯論嘅結果為2-1，由正方勝出。同時宣讀埋呢個最佳法律辯論員為正方嘅第3條法案嘅黃同時話會宣讀本場嘅最佳辯論員。今場嘅最佳辯論員為反方嘅傑楊臣。好，最後我要宣佈本場嘅賽果。今日嘅辯題為美國不應實行 TikTok 不賣就禁法令，而正方為野雞中學，反方為喇沙書院。而本場嘅賽果為2-1，由正方勝出。